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台南铁基路地下化的工程，最后一栋拆迁户但地晓的厝，今仔早起准备要拆掉，也毋过有几10位民众透暝伫现场守护担架。但地晓已经90岁的妈妈讲到，过去9年外，为了要保护家己的厝，是艰苦甲流目屎。早起6点左右，有几10个警察咯，把担架4块以下的人拢赶走，也毋过因为现场有抗争的行动，双方经过5届的沟通，铁道局伫早起7点外宣布暂时无要拆路。几60位民众伫咧青年路反南铁当期自救会会长陈志孝厝内，因为担架是台南铁路地下化最后一栋拆迁户，铁道局排23透早6点要拆担架走开的病，互因无法度国用。成员团体看入去担架，想要阻挡时间。6点花几60位警力到担架附近，准备要将人拢踢出来。我们不知道他会从哪边攻进来，但是呢，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看待他们怎么来拆这个房子。于本日就坐落台南市东区青年路225巷1号建物进行强制拆除。拆除任务由铁道局中工处指挥，台南市警局也调400位警力支援。透早5点外，怪手已经传好，施工人员自放起来铁道边的便道入去。不过考虑到施工的危险性，担架出来袂用有人，所以警方要将现场的人拢踢出来。但底下90岁母亲讲到9年来要保存家己的厝，讲甲流目屎。不想放弃这个家，但是到现在看情势也是。但妈妈也希望来城湾的民众，也希望大家斗相共用手机啊，将厝被拆的过程规个记录落来，互大家知影铁路地下化是建筑伫咧遮尔侪居民的悲哀顶头。记者综合报道。伫透早7点20分左右哦，铁道局宣布讲，今仔暂时无要拆，会阁继续沟通。拄啊，厝主陈志晓嘛讲哦，伊无啥物感觉，也毋过伊嘛无想要继续沟通咯。咱做伙来听看卖。针对今天他们撤除这个警力，今天取消这个行动，老实说，我心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愉快或兴奋。因为这个撤除这个强拆令仍然在那个地方。如果政府有意愿要进行沟通，那么很简单，不要用警察来沟通，先撤除这个强拆令。另外一点，因为现在南铁300-400户也只剩我家一家了，所以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原屋保留。继续来看，日本的武汉肺炎已经是一直传 ，NHK 统计，昨一天就新增加795个人患着，其中有238个是伫东京。因为明仔载开始，日本有4天的连续假期，东京各个地区小吃百合子是要求市民爱特別注意哦，連續假期上好賣出門。改めてご協力をいただき、この4連休、そしてこの後ずっと夏休み等々が始まりますけれども、感染を拡大しないことについてのご協力を改めて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る、その一言につき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を申し上げます。因为以前本来准备要伫明仔载开幕的东京奥运哦，佮唔知什么时阵会使举办。当初为了奥运，日本调整假期，所以为明仔载开始，全日本拢放假4天。小池是表示，东京目前已经又搁热起来，特别是老人佮慢性病的患者，都要特别注意，尽量伫厝里就好。另外，日本嘛慢慢开放边境的管制哦，准备要甲台湾、中国、南韩、香港、澳门等12个东南亚国家来协商。好，继续来看，最近澳洲、香港拢因为放令放防疫的限制哦，已经是愈来愈严重。疫情指挥中心昨时宣布讲哦，甲香港、澳门对中介感染的风险国家名单内底剔掉。另外，教育部嘛宣布讲，要来开放伫台湾读册外国学生，无论是啥物国家哦，只要是今年要毕业的学生，拢会使来申请入境。也毋过嘛是按照规定伫厝内检疫14天。国内疫情稳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到2日，本土零确诊已经安全度过100天。不过，根据监测的资料，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全世界确诊的人数超过1500万，死亡人数超过61万。因为安尼，短期商务人士的低风险国家、甲中低风险国家嘛有做调整，甲疫情继续伫咧清悬的香港、澳洲，即马开始为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移除。因为在香港，在这个礼拜它14天，每100万人大概增加了大概是97。那个在澳门是145，这数目都超过我们在中低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万一第2波再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预放燃收里面能够快速的收回来？我特别提醒境外一日的，要拜托我们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还是要做好全面普筛。也若顶日了，教育部开放19个低风险、甲中低风险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境外生来台湾，目前确定959个人，到2日为止已经有504个人入境。教育部表示，所有入境的境外生为登机入境到机场柜台报到，甲坐防疫专车等等，拢已经正常运作。因为安尼，为2日开始，搁一届开放所有的国家的应届毕业生申请入境，也若中国学生嘛包括在内。指挥中心目前也有拨给了教育部500床的集中检疫场所，以及我们目前的检疫量能有所提升，可向教育部还是一样依规定程序申请应届毕业生入境。除了所有国家的应届毕业生会当申请入境，指挥中心嘛决定重新启动国际医疗，为8月初1开始，除了健康检查、甲美容医学等等，非紧急性医疗需求例外，接受外籍人士有条件来台湾互医生看。也若申请文件嘛比进前加3项，有医疗保险证明、检疫切结书、甲入境的健康证明。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医疗的病人在入境之后检验出阳性个案，后续的这些医疗照护费用，那么不会使用到公务预算，全部都必须要由他个人自费。也若2日，佫传出有9个泰国人坐中央航空班机为台湾去泰国办国，入境的时阵出现发烧的症状。指挥中心表示，2日早起收到泰国相关单位的资料，这9个人检测的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刷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健保明年按算要起价咯，健保署拍算要甲一寡受到外界质疑医疗浪费的药品加检查的费用，针对这部分来增加部分的负担。一年收费的上限会可能会定伫3500块，其他的部分负担嘛有可能会去100-200块。再来看《彭哥日报》，为了要救武汉肺炎造成的经济衰退。后面27个国家的领袖决定要提出7500亿欧元，代表超过25条的振兴方案。这个方案公布了后，嘛影响到黄金的行情，创下最近9年的新高纪录，昨每盎司已经到1848块美金了。再来看《中国时报》，美国跟中国的冲突是愈来愈多。川普政府以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甲个资为理由，2日要求中国伫72点钟内底关掉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咯。中国外交部是强烈谴责，21名中国伫休斯顿的领事馆嘛传出火灾，有人翕到领事馆的人员的小文件。再来，咱继续来看详细的报道。这栋有挂中国5星旗的建筑，是予美国下令爱伫72点钟内关起的休斯顿总领事馆。不过消息一出，马岸当地就传出火警，领事馆的人敢若伫咧厝外收文件，附近的民众看到烟报警，真侪消防车赶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加斯讲，下令关闭使馆是要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也个民众的个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推文讲，休斯顿总领事馆并不是外交机构，是共产党伫咧美国庞大间谍网，也个扩大影响力的中心，早就该关起来。伫咧丹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讲，中国长期侵权。There's been this long challen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actually talked about this. It's not just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stolen. It's been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 cos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We are setting out clear expectations for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have. And when they don't, we're going to take actions that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protect our securit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also protect our economy and jobs. 前一天2日，蓬佩奥访问英国，加呼吁建立全球联盟，对抗中国的威胁，也邀请英国加入。
蓬佩奥也佮甲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罗冠聪见面，期间美国司法部也起诉2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北京当局理理讲，美国单方面的政治动作是错误决定，也暗示会用同款方式回击。这次美方单方面限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是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事实上，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的数量和外交领事人员的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于中方。英国媒体路透社报道，中国正伫咧考虑关闭美国伫咧武汉的总领事馆。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也伫推特发文条，问讲倒一个美国驻中国总领事馆上可能被关起来。伫近万名的网友投票内面，香港澳门总领事馆以65%的得票数排第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天气拢真稳定，也毋过温度是真高、真热热。来看上新的温度，虽然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中昼之前，东南部地区卖落淡薄仔雨。过昼哦，中南部各地山区嘛有短暂的雷公雨，雨嘛有可能会落了袂细。各地温度普遍拢伫33度到36度，甚至会愈较悬。尤其是台北市爱特别注意会出现38度左右的高温哦。各地紫外线嘛拢真强，所以出门就爱注意日头，爱加啉一寡水哦。另外，因为吹东南风哦，西半部搁有北部、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嘛会出现感觉湿，所以提醒观众朋友要出门的时阵哦，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因为天气上过热，有一寡骑奥多摆的民众伫咧等红灯的时阵哦，会去避日头。也毋过警方表示哦，凊彩就停伫路边，其实是违法的行为，上济会使罚1200块。最近热天的日头真险，台湾连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仔日各地温度又晚真热。台北市的温度有可能降到38度。最高温的部分的话，还是相当明显的哦，各地可以来到33到36度左右。那其中像是在台北市区，高温更可能可以来到38度左右的一个情形。那因此在中午外出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防中暑，以及多补充水分。湿热到路的牛，像5加点仔加路，温差会当到10度。真侪骑奥多摆的人行喺旁地。等红灯的时阵，拢停伫咧树下骹，也毋过离头前停止线阁真远。摩托车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因为真的太热。对，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我常常遇到那种前面突然紧急刹车，就为了要停1-2处的那一种。除了奥多摆，连车嘛会安尼停，不过这种危险的行为已经影响到后边行车，若是互人翕相检举，或者是警方看到，拢可能会开单。若是违规停车、妨碍他车的同行后未紧靠路边躲太阳的一个状况的话，有妨碍到道路的一个障碍，可以处罚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照理讲，设计是风台贵，不过已经7月底所无半粒风台侵袭台湾。气象专家讲，今年太平洋高压真强，无啥正常，7月无风台的机会真悬。有人讲，这是气候变迁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目前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1500多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1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总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455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900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00万例，巴西超过215万例，印度嘛超过119万例，俄罗斯有778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1万例，英国超过29万例，意大利目前是24万例。再来看美国为着武汉肺炎病人嘛，已经超过400万人。总统川普利益就呼吁大家爱挂嘴安，甚至是讲挂嘴安是爱国的表现。另外，加州的病例嘛已经超过40万例，卫生官员是真烦恼当地医疗的帮盘。美国总统川普召开4月底以来头一届白宫的疫情报告，伊承认疫情的情形真歹，呼吁美国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若是无法度，就爱挂嘴安。Unfortunately,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I have the mask right here, and I carry it, and I will use it gladly. No problem with it. And I've said that, and I say,
If you can, use the mask. 加州日累积确诊有40.166例，加做全美国疫情第2严重的州，未来可能会超过纽约州。Trying to be prepared for a number of days with high number of cases and ensuring that we have the surge capacity in our hospital system. 加州嘛是纽约州以外第2个累积确诊超过40万的州，目前包括加州在内，全美国有27个州解禁了后，搁随大东啊。捌是重灾区的纽约，为着阻挡疫情搁加悬，原本为8州内的民众爱自主隔24天的规定，即嘛搁增加10个州，拢总有31个州。咱若佛州的老师日伊去街仔路抗议，有人一直咧饲喇叭，有人是伫咧车窗写讲，阮想要驾册，毋过无想要死。有145000个会员的佛州教育协会，20个州长迪桑提斯甲州教育厅。Protesting to be able to open online. Meaning virtually and on time. We're scared. We don't want to bury a student. We don't want to bury a colleague. 官方认为学校依法应该爱正常来运作，也就是8月底开学，应该爱甲英国同款，教职员、甲老师、学生拢爱出现伫咧学校内底。不过教师认为讲，福州即卖疫情并无乐观，若是强制实施到学校上课，恐惊是造成更较无安全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香港昨增加113个武汉肺炎的病例，是一日增加上济纪录，其中有105个是本土的病例。香港政府嘛随宣布讲，为今仔开始，伫工场、场所拢已经爱挂喙罨。香港第3波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1日过超过100例，新增加113例，高创大日新高，有105例是本土个案。香港疫情总确诊人数有2132例。我哋直至琴晚深夜即零時咧，就截止咗有113個案。確診病例當中，有前一天確診有新福利人後生甲使用人、幼稚園的老師甲大學職員，以及灣仔警察總部有警長等。新城電台一名節目總監也話到，正做香港 TVB 電視台了後，第一個暫停運作香港媒體。有名食品廠美心月餅也員工確診，美心集團宣布工廠停工甲消毒，也銷毀相關原料嘅產品。疫情繼續滾價，港府12號宣布收緊防疫措施，23開始伫室內公共場所。公共交通總站專制所在，這2禮拜攏係強制掛喙罨。新嘅公共衛生嘅風險評估咧，特別係近期個案咧，都係涉及咧係唔戴口罩嘅一啲活動帶嚟嘅一啲嘅風險咧，其實都係相當高嘅。咁所以咧，我哋認為現時咧係需要採取更嚴厲嘅防疫措施。伊也指出，未來2禮拜是香港疫情發展關鍵期，會評估是毋是推出禁足令這嚴厲措施。因為社區內已經運行傳播鏈，現階段呼籲市民減少出外。香港這波疫情有700多件是本土個案，將近5成感染源無清楚，確診者卡車遍佈41個餐廳商場。專家強烈建議趕緊加嚴防疫措施。全日就不論日夜咧，就都禁止堂食。根據親中嘅香港媒體《香港商報》報導指出，對香港疫情繼續惡化，當地醫療系統未堪得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向中央求助，由上海等地醫務人員帶兵支援香港。不過港府回應無評論相關嘅報導。記者綜合報導。再來看巴西武漢肺炎的病例，第2日已經超過210萬人哦。另外，印度嘛有120萬人患着，其中首都新德里上嚴重哦。衛生單位統計，上無有2成3以上的民眾去患着。外電引用印度政府統計指出，新德里感染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差不多173000多人，佔當地總人口比例無到1%。不過衛生單位抽樣調查22000多位市民的結果發現，血液當中有新冠病毒比例有23.48%。11 में से 8 डिस्ट्रिक्ट दिल्ली में जिनका सीरो प्रेवलेंस 20% से ज़्यादा आया है। इसमें सबसे ज़्यादा जो अगर हम बात करें तो हमारी डिस्ट्रिक्ट आती है सेंट्रल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उसके बाद हमारी नॉर्थ ईस्ट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नॉर्थ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और शहादरा डिस्ट्रिक्ट है। ये हमारे डिस्ट्रिक्ट जो है काफ़ी 27% के आसपास इनमें प्रेवलेंस मिला है। 也就是講，新德里平均每4到5個人就一個人可能會到新冠病毒。以新德里的人口數來算，確診人數到465萬人，超過對外通報全國確診人數119萬多人。疫情同款嚴重南美洲大國巴西，最近1個月，每天新增加病例，常常超過4萬人，確診人數已經超過216萬。
已经超过81000人死亡。当地也加做新冠病毒疫苗测试的证明地点。来自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疫苗，71开始伫巴西进行第3阶段人体试验，接受测试的人数也为原先的900人增加为9000人，以治疗武汉肺炎医护人员为主。另外，中美洲的墨西哥确诊人数有36万5000多人，到目前为止一天新增加的人数上悬纪录是7月19，超过7600个确诊病例。一天新增加的死亡病例，最近2个月，当地每天300多个到上千个之间变动。路透社引用墨西哥政府的讲法指出，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真可能比政府知影的确诊数字要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纽西兰伫9月份特别选举，最近是发生几啊件性丑闻，移民部长甲查某员工传出婚外情哦。代志传出了，部长就互总理死头路了。另外，在野党一名国会议员哦，嘛传败坏风俗的相片，互一寡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家己嘛死头路了。纽西兰伫咧9月19要办大选，真侪代志拢真敏感。正重视两性平权的女总理雅尔顿，伫接到消息讲已经结婚的移民部长，甲前女员工有不当关系，遂宣布该辞掉。The minister has shown a lack of judgment over a period of 12 months. In undertaking this relationship, he has opened himself up to accusations of improperly using his office. 雅尔顿讲，律师加洛威甲伊当面沟通的时阵讲，这段关系是两个人小介意，而且已经结束。不过雅尔顿认为，律师加洛威行为已经无适任移民部长，这是纽西兰第2位部长事迹。在此之前，卫生部长克拉克因为违反国家令，伫封城期间开车载厝内人到海边耍，伫吹里请时。另外，纽西兰主要在野党国家党国会议员费龙被控传不雅相片予女大学生。国家党党主席柯林斯对总理办公室接到投诉，警方也介入调查。不过费龙一开始讲相片是无顺利发送出去，而且无传予其他人。无想到讲尾下又有2位女性受害者出面指控，予费龙改变前一天讲未参加大选的讲法，遂辞掉议员。More people have come forward to advise me that they have also received similar communications, unwelcomed and uncalled for communications from Andrew Falloon. In light of that, I believe that he should resign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he has done so. 这件性建交代也和国家党的选情更加严重，不利挑战共党的执政权。也拿雅尔顿伫咧疫情期间表现真好，一般认为会当顺利连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传出法国嘛，准备要禁止使用华为的5G 设备。法国当局已经通知电信业者，若是使用华为的5G 设备，那5G 这招哦，期限会减低，未来到期了嘛无法度更新。再来看西藏的西部，今仔透早4点外发生6.3的地震哦，深度只有10公里，目前并无死伤的消息传出，救援人员哦嘛已经赶到现场。再来看全球疫情严重哦 ，WHO 的主任莱恩是表示，目前伫疫苗研究方面进度是个袂歹，也毋过哦头一批疫苗上紧嘛要等哦2021年的年初才有法度通做。再来看伫台中市新民高中读册一位细考的学生啊哦，伊是中东道的听众哦，伫今年高中的全中运高中女子组100公尺下男的比赛，伊是用13秒52的成绩拍破听众者的世界纪录，伊最后伫决赛嘛摕到金牌，未来目标就是2021年的听众奥运的金牌。枪的声音响起来，现场的气氛真紧张。伫咧第4跑道的可乐，脚步是真大步。伫咧终点头前，已经甲所有对手有一段，落尾用13秒70的成绩，摕到今年屏东全中运100公尺女子组下男决赛的金牌。蛮开心的，我目标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去拿金牌，我目标我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成绩继续进步。因为重度听力障碍的关系，可乐开始走的时阵有慢淡薄，不过成绩也是真好。那日伊得到第1名，前一天的比赛更较了不起，以13秒52的成绩突破14秒20听力障碍世界纪录，还有13秒65的大会纪录。
出发前就是热身的时候，就觉得状态也蛮好的，但是没有想到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毋过伫咧成功的背后，也是有一段真艰苦的过程。可乐倒边的耳仔差不多拢听无，爱挂电子耳，正边的耳仔是挂助听器，听力嘛敢若10%。所以伫咧国校的时阵，口语的表达能力较歹，嘛去互同学来欺负。啊，毋过颠倒伫咧电竞找到伊的成就感。他在田径部分，就是在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就可以跑得很不错。所以他慢慢的也在这方面找到很多成就感。他本身的身体素质来说，应该算是具有速度型的选手。虽然说他具有一个听障的一个问题，可是就是说他还是能够透过，比如说我起跑比人家慢，可是我能够在终点赢过其他人。高中的时阵，伫咧教练的介绍之下，开始伊的电竞之路。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训练了后，成就即卖的伊，若是考入的后一步，就是要来准备2021的听力障碍奥运。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咱来看高雄市长补选是愈来愈激烈，也毋过传出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伊的中山大学硕士的论文拢是抄的。李美珍昨透早是回应讲，若是蔡总统的论文争议有回应，伊会用同款的标准来回应。中山大学声明是表示，讲李美珍在发表论文的时阵，佫无电脑比对系统，学校会过来审查。市长，如果蔡总统回应了，我一定会按照他的标准回应。中昼开记者会，结果只讲几句话就快闪离开。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72被曝光，13年前读中山大学时阵的硕士论文有96%是用抄的。下晡继续走行程，无回应，各批评是政治操作，对造成学校老师困扰，感觉真抱歉。因为选举，然后我造成学校跟老师的困扰，我感觉到很抱歉。希望大家回归到我现在对市政、对现在选市长的关注，不要再对我的论文有什么在这边追杀。论文涉嫌用抄的关系诚信问题，民进党单期卖镇压中道共款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一再推出变成来参选，单期卖认为伊应该讲清楚。论文的部分有一些遭受到外界质疑的地方，应该还是要亲自来说明清楚会比较好。那这样的话，一来也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然后二来也能够维持中山大学的一个效率。民众党的吴益政认为，市长前期的选举本来就被检视过去的作为，确实有过失都应该承担。如果就像媒体报道的这样，如果有多达这么多的页数是抄袭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就承认错误跟社会道歉。我们选举的时候，尤其到这个规模的等级就是要面对这些所有的检验中山大学发出声明表示，管理学院为2013年10月开始要求专业论文，拢要经过学术论文原创性比对。不过李美珍2008年发表时阵，还未有电子比对。目前这案件已经进入学术审查机制，指导教授无发现论文用抄的，不只有疏失，也可能违反学术伦理。学校也讲未来会加强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临时会，经过30点钟的表决，总算是完成国民法档案商讨。司法制度嘛会走向国民参审制只要满23岁，都有机会使做国民法官。新的制度按算2023年要来实施。国民法官法制定通过。立法院临时会无长电表决了后，三读通过国民法官法。司法制度走向国民参审制，包括法庭组成由3名职业法官加上2名国民法官共同审判的合议庭。国民年满23岁有资格，头家应该有公假，搁采取随机抽签，任何人免揭露国民法官的雇主。新法也规定，适用案件是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加故意犯罪而发生死亡结果者，如何认定被告有罪，国民法官甲法官讲会双方意见2/3以上同意决定，死刑也比照办理，必须2/3以上同意。司法规定，陪审制度互啥袂协调也是先命先。在野党所提的都是一个不负责，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拼装而拼装，为了攻击民进党而攻击民进党，当陪审团、当司改会的一个打手而已，这是我们最遗憾的。
民众党团批评民进党强度关山伤害立法品质，民间各界团体也批评民进党无听到人民诉求，无拿一个陪审制度连甲参审制斗阵试行的空间拢无。我们对于民进党背负党纲、背负诚信、背负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加以谴责。对国民法官法三读，司法院强调这是台湾司法历史性的变革，好市民参加审判都是回应人民对司法改革期待。未来起诉的时候呢，将不再把卷宗证物呢一并送交法院，直到裁判的时候，法官呢才会接触到证据内容。国民法官法按算伫2023年上路，柯总理表示，各种的法律用语未来会简单，让国民法官了解。另外，新法规定自施行起6年，由司法院组成评估委员会，每年评估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2020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举行，今年因为疫情改用视讯会议。讲到两岸关系，上海市长紧接嘛特别讲两岸一家亲哦。台北市长郭文德今年只讲一家亲，嘛讲两岸交流比断流较好。郭文德是认为伊两岸关系无及格。欢迎汪市长以及柯市长。200-700公里，台北市长郭文泰甲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龚准第一届见面，间内当透过大荧幕下手拍招呼。受到疫情影响，2日开始的2020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头一届采用视讯连线，是最近两岸头一届而且唯一的官方交流。今年重点伫咧城市防疫甲经济合作，龚准肯定台湾防疫成果，而且佫一概强调两岸一家亲。毋过郭文泰是甲两岸甲一家亲分开来讲。疫情可以阻碍我们面对面，但不能阻碍我们两岸同胞心连心。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到今天，我还是认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我一向主张5个互相的原则，其中互相谅解最重要。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应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有技巧解除降价争议，在媒体联访的时阵，嘛提出演讲稿来进行回应。郭文泰强调讲对两岸采取实际态度，毋过两岸目前当在倒退阶段，所以袂阁提出更较侪论点。若是双城论坛去用形容做会当取代国民党甲国强的论坛，有两岸上大的话语权。郭文泰回应，地都是凊彩准过。哎呦，没有想那么多了，考卷不会及格的，未来就是。美国那边考65分嘛，大陆那边考55分嘛，是这样。也许日本那张考卷看能不能考高一点。今年双城论坛嘛，都演过3天，刚化做1天。自论坛结束了后，就随进行4个分论坛，分别是卫生医疗、产业经济交流、区域治理甲合作，还有智慧交通。伫咧卫生医疗论坛当中，消防就武汉肺炎疫情的隔离检疫政策，还有医疗体系应对，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闻的专题，行政院伫去年开出开放山南的政策，准备要开6月来征收21间山厝啊，另外要新起12间山厝啊。这项政策引起真侪讨论，有民众是认为大中华路线会使阁继续来做观光的规划，也毋过有一寡山区应该毋通过度开发较好。关山气候变化真紧，落大雨的时阵，行到山厝啊，是山友上欢喜的代志。山厝啊内底规个拢是山友的装备，等来买拍裤搭。开放山林的政策拍开台湾山的大门，提升硬体设施，要互山友登山更较安全便利。来强化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的配套措施，比如讲咱的避难小屋、登山屋要增设步道啊、指标啊，这些通讯。
全台总共39座山厝当中，21座要重新规划，经费总共5亿1千万，按算伫咧民国113年进前完成。毋但要甲现有的山厝规划了搁较舒适，另外搁规划伫咧基内东林等所在要新起12座山厝。内政部营建署表示，因选地点是因为紧急救难的需求，也是原本的山厝算长无法度使用，或者是伫咧原本的山厝边仔起新的。山厝是山友伫山顶的厝，伊的角色哪来哪重要？这是因为伊对原本挡风避雨、临时避难的所在，即马变作是提供大眠、食食、储存，甚至是山林教育的据点。像我后壁这间嘉明湖山屋，其实伊原本叫做避难山屋。这些山屋一开始的功能是避难，可是后来呢，你会发觉大家并不是把它当成个避难的地方，大家是把避难山屋变成一个像是一个稀有资源的存在。大家周末连假想要上山去，就要开始抢这些稀有的铺位。正热心来研究刷个政策的城市山人应用国外经验，伊讲山厝有观光形态的服务体系，台湾正受欢迎的登山路线，亲像是玉山的白云山厝嘉明湖沿线、雪山沿线等等，会当服务关山的观光客，互民众简单会当亲近山林。若其他难度较悬的路段，伫咧保障避难的需求之下，应该尽量保留原本抛远的状态，互人行入山林，毋是甲山林变做都市。我们做什么都目前看起来像做半套，可是我们至少可以找一个适合台湾的方案。你不要说我们既没有服务，要服务没有服务，要荒野，然后荒野到处都是大便，到处都是小白花。台湾的关山要起山厝真正要引起和保育的鱼类抢地的争议。登山经验要我30档的高度专家吴元豪分析，大量来设山厝恐惊会造成队伍应变能力不足的效果。我就讲，迄政府是戆人啊！你投迄钱也袂得到人的感谢。一个南二段规个一四街拢总山厝啊，你有山厝了，无人要排迄个天道，无人排天道的时候，你也有人破病，也有人失踪，或者讲天气足歹的，你行袂到山厝大家落雨咧。中央指示起新的山厝互登山的活动更较便利。不过，避难型的山厝嘛变作是吸引真侪登山人口的免费带眠地点，因为污染可能会超过生态的承载量。后续山系的管理机关要安怎管，佫是一个大问题。记者由陈张玉随林昆明台北台东报道。再来看，今年7月份是非常的热热，而且佫无风台哦。伫台东治本林道的水厂煞无水通冲，台东林管处是表示，目前暂时未影响到生态，欠水情形伊嘛会特别注意。2年前7、8月份，台东治本林道水墙水量是真大，还佫有游客去水池内底游泳耍水。不过即马共款是7月份，治本林道水墙煞严重欠水，水流像用滴的共款。山区的高山可能嘛想要啉水，不过山顶水头的所在看起来煞是大屁屁。有游客今年第2届去林道佚佗，希望会当佫看到水墙真大港冲落来的光景，不过煞互伊真失望。前我印象中最大的瀑布的时候，整个水是满的，然后喷到这边全部都是满的。气候是比较热了，气候都比较平均上来讲的话，气候差很多。当地民众讲，治本林道水墙的打水期现在无水。不过，往年7月份拢会有风台，水墙的水道会真大港。今年风台还未来，才会无水。台东林管处表示，甲5年前的天气来比，治本山区7月份雨上侪是落400米里，不过今年敢若落11.5米里，雨水有影是真少。其实我们也很着急啦，对整个一个林地它的一个生态来讲，像我们的造林地其实现在还蛮干旱的，我们也是会担心这样。台东林管处强调讲，这是大自然的现象。不过会继续注意欠水对山南4khu位啊环境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歌坛，就会想到林家，也毋过其实鸡仔年嘛是当地特产。歌坛各系的老师就教学生家己来改良鸡仔年的品种，应用4个月时间培养，种出甲市面上色水无共款的鸡仔年，咱做伙来看卖。黄色的鸡仔年，甲市面上看到的色水无啥共，因为这毋是要摕来食的，是要用来药整的。说小黄瓜其实我们吃的都是绿色的啊，在种的，因为我们要取籽啊，所以我们会等待它比较成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再去把它取下来、摘下来啊，再去取里面的种子。
瓜田国小的师生伫石龙老师的看教之下，进行新品种过仔年的育种，为开始种、授粉、收成，拢是家己来。参与过程的学生，只要有时间，就会去温室看家己种的过仔年。种在温室里面，然后因为有时候杂草太多，我们会去帮忙把它的草拔掉。这位小朋友真拍拼。因去找民国72年伫咱瓜田地区咱种的小黄瓜来做母猪。为着这边的育种，学校甲学生嘛做袂少功课，看到辛苦的种作有好收成，嘛互学生真有成就感。很开心，因为有新的小黄瓜出现了，而且它的抵御能力非常好。瓜田国小的校长表示，瓜田有袂少人做田，校园有农地甲温室的设备，拄好互学生会当甲家庭经验结合。伫种的过程，学生若拄到问题，嘛会家己解决，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探讨，是非常有教育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水里有一个农民伊原本伫南部卖海产，也毋过6年前，伊来到水里种乌木耳，伊坚持无要转农业，嘛收成了嘛开放民众家己来办伊讲乌木耳的好，希望会使互愈较侪人知影。农场内乌木耳每一蕊拢生甲大个水，但其实农场主人侯明宏是外行的，伊用6年的时间研究，才可以慢慢理解种的美感是啥物。很多人也奇怪，你从城市来，你怎么会挑在山上？因为我们木耳它在生长过程，它需氧量是最大的。需氧量。对，所以木耳它有人去做水莲式，还是半环控的，就是它出来的木耳的籽就是不好。没有办法说像我们天然条件说比较有早午温差、比较凉爽的地方，它吃起来就是很脆。有好的环境，木耳自然就会生了好。侯明宏毋若知影木耳介意什么款的生存环境，嘛坚持有机栽种，生产出来木耳会当食，嘛会使啉。所以我们当初找到这间农场呢，它是友善栽培的，而且呢有经过认证。除了呢可以喝到我们那个胶质的口感以外呢，也强调健康、安全、卫生。那新义乡农会呢会陆续的跟在地的青农呢来合作开发一些新产品。侯明宏除了会享种行销，嘛有一套办法，除了家己卖白市啊，嘛拍入批发市场，多方面的销售增加收入。虽然拄开始种嘛捌失败了袂少钱，毋过嘛因为无放弃的精神，和侯明宏伫种木耳的路有真好的成就。记者采访报道。最近国内旅游是真旺，也毋过嘛传出讲游客上过济，造成地方的困扰。交通部长林佳龙就表示讲，安心旅游的补助有提供各县市1000万行销的补助，依然华人台东甲外岛的部分即马会先来暂停。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人无法度出国去旅游，不少民众改选类似出国的离岛行程，尤其是澎湖特别受到欢迎。7月份估计超过40万人次，机票甲住宿是真澳注文。咱若入岛是规路全乌倒摆，就像台北上下班的时间同款咧塞车。不少离岛地区拢出现游客超崩的情形，甚至出现真侪乱象，互当地民众伫咧怨叹。也若伫咧网络顶嘛引发论战。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最近宜兰花莲台东甲离岛旅游的热度伤过悬，所以安心旅游提供1000万的行销补助，会暂时冻点。在宜花东跟外岛部分我们会暂缓。好，那先加强在西岸，好，还有这个台湾中北部好的行销。针对交通部长林佳龙口头宣布讲，要暂缓实施宜兰花莲台东3个县市1000万的补助，台东县政府是表达遗憾，强调这条经费不是用伫休热旅游大月，是9月份了后旅游小月的时阵，要推动类似酷碰馆拍一个游台。不要因此行销的预算把它取消掉，因为我们的确也是把它摆在下半年特别是9到12月这段期间。花莲观光业者是批评讲，暂缓1000万的补助，等于是咧处罚宜兰花莲台东，反倒因为政策的改变，生理却受到冲击。苏花改其实塞车塞得严重，但是客人还是来，为什么？因为宜花东本身就有这个条件，你把这个行销活动直接拉掉，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花莲县府是出来斗讲话，认为中央毋是要打击宜兰花莲台东，应该是要甲游客做分流。花莲县府已经甲真侪大型的活动安排伫咧第4季，目的就是要分流。毋过宜兰县府态度是打真硬，发声明告表达不满，强调讲若是预算去互暂时冻咧，或者是取消，会严重影响到县府已经咧执行的活动。对宜兰的观光业来讲，会造成真重大的冲击。希望中央以县府提报的计划照品照行。交通部表示，国内景点游客人数有一定的限制，而且观光局监督各地风景区管理处积极甲地方政府来合作，研议管制分流的措施。因若安心旅游补助方案会持续到10月底，部分平时也是休困日，嘛呼吁民众毋通集中伫咧休困日的时阵旅游。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伫车站出现头一个牛结节症的案例，除了甲牛灭掉，嘛向国外买疫苗，后面嘛关乎咱台湾1万剂预防车，昨下晡已经送到桃园机场，嘛随送到金门，今仔就会开始做。两个纸箱啊，顶悬有搭疫苗有后面关节的票仔，内底有1万车的牛结节症的疫苗，下晡是到桃园机场，伫咧完成检疫甲通关的定数了后。由警察车来开道，用专车送去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暗时再个由军机运送去金门。后面主动管理1万车活动疫苗，用量是4度至8度的低温，拄南非专机经过新加坡，了后运到台湾。更重要的是，这个捐赠里面本来运输费用是我们要来出，结果他好人做到底，运输费用也是全部欧盟来支应。金门出现过来头一个牛结节症的案例，到日已经扑杀128只牛，还佫有6000多只牛有危险，必须爱做疫苗。即摆疫苗确定到位，23个当开始来做，希望最近第一当甲疫情控制落来。大概是1个礼拜之内的保护性就会出来。那我们希望大概1个礼拜到10天左右，这个整个疫情大概就是全部可以也控制下来。牛若做疫苗了后，有1年的保护力，所落来需要1年做1摆，当时会当备检要用2年至3年的时间。若是台湾自费采购一剂50多块的疫苗，到时阵送到台湾了后，会来做国内的独臂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找出故乡的故事，屏东高中有3个1年的学生，因是真有心哦，伊用屏东市万年溪做主题，收集老相片、画册地图跟相关的资料，整理出万年溪的历史，放伫网络顶头，互大家来了解。那么做回来看卖。点开这个号做兵兵之河，延续万年新希望的网页。屏东市万年溪1904年景象就近在眼前，毋但有旧相片，就连卫星分图、水彩图和历史影像，侪项所在拢夹伫咧这个网站。设计者是屏东高中这1年的学生。找了很多，还有自己拍的，还有跟一些政府机关拿的图，还有这个也是我自己画的啊。这个图是我要呈现它当时两岸的发展。这个河道在2个不同的年代会有一点落差，比如说日治时期的一些经济上的考量，所以改道。为了展现万年溪的演变，宋正宪、陈良武和颜传义3个学生对收集图像、文献、旧相片、到拍影片访问居民，设计网页，拢做伙合作，整理出万年溪的历史，也呈现现此时万年溪去防污染的情形。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万年溪的重要，不要就是只是把它当排放的水，然后就是可以跟它更多的互动。整个万年溪的发展跟严格做一个很彻底的阐述，我觉得对于了解我们自己家乡屏东市有很大的帮助。宋正宪、陈良武和颜传义费心神找找故乡互传的故事。即阵这个网站也伫咧第6届全国高中级 Story Map 校园故事地图的竞赛，受到真人瞩目，得到冠军。成功甲无共世代、无共面貌的万年溪记录起来，真做是山顶的活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同时，两体内顶头有一个群组叫做台语小帮手，会使来回答台语的发音问题。这是一个工程师为了要教伊的查某囝台语开发出来，咱做伙来了解。有时起工，有时归工，到夜的跋落厝骹。甲册本掀开，甲囡仔做伙读，但是一开始接触到台语课本，会晓讲台语的王昭彤，却是看无课本内容。阮祖囝伊放暑假的时阵，伊摕伊的台语的课本回来嘛，
我就陪伊伫遐现，现的时阵发现讲，话事你真正唔知影台语要安怎讲，所以就算看伊安尼写，你嘛念袂出来，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去网络啊查。网络找资料，发现爱台语的网站，加上囡仔听机器人的声，学习较趣味，所以有工程师背景的王昭同，利用网站开放授权的资源，开发出台语小帮手，嘛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我伫咧检查囡仔的功课的时阵，因为有时阵同学之间嘛无一定知影。家己伫咧厝的时阵，用手机就是上网查或者是 App 的时候，这样就比较快可以得到答案这样子。那像他这个台语小帮手，就是已经把资源都整合起来了，对，那查询上也比较方便。虽然网络顶有侪甲台语有关系教学网站，但王昭同将各种资源整合，使用起来更较方便。既然我有感觉我家己有这个需要，我就做一届把迄资料拢整理好，互上简单的使用方式安尼，大家家长就有需要的人，伊就免讲我搁去追查，我搁先知影讲，迄个网站伫对，我搁记讲迄网站免怎使用安尼。王昭同除了开发台语小帮手，嘛有其他可别的工具，但是伊讲开发这寡工具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小朋友的成绩，是希望囡仔伫学习过程有乐趣，用家己的专长陪囡仔大汉。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张玉水采访报道。来看一只非常大只的海徛，伫意大利的外海哦，互鱼网啊定调的。虽然海岸警卫队甲动物学家拢赶到现场要抢救，也毋过因为这只海徛受到惊吓，无要互人挖紧哦，所以救援的工作变得非常的困难。这只海洋的尾流和鱼网定调的真不安，潜水人员提加刀想要甲伊剪开，也毋过拢无成功。这只海洋是抹香鲸。拜人伫咧意大利西西里岛北方海峡被发现的时阵，规身躯拢互鱼网定条的。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接到报案，甲生物学家最能去解救，真紧就甲头甲身体的鱼网剪开。也毋过这个时阵，海洋开始真不安，家己想要游走，结果所剩的鱼网拢掉伫咧尾流，无法度挖过去。Come è possibile vedere dalle immagini, questa rete ha stretto fortissimo il capodoglio che cercandosi di dimenare ha creato delle vere e proprie lacerazioni nella fragile pelle del capodoglio. 生物学家讲，这只海洋伊的空最上深的所在伫咧头甲尾流，尾流填条鱼网上麻烦，因为这只海洋有15洞，尾流小可海一个水流就真强，无法度挖过去。也毋过鱼网若无透开，伊恐惊也挖袂落去。Certamente se la rete rimarrà nella coda del povero capodoglio, lui avrà molte più difficoltà a pescare a quelle profondità, non è più idrodinamico come prima e quindi le probabilità che lui possa pescare con successo e sopravvivere si riducono drasticamente. 伫无到1个月前，有另外一只抹香鲸伫咧同款所在，互鱼网填掉的好佳仔被解救。今年以来，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打击非法捕猎，已经没收100公里长的非法的鱼网。抹香鲸因为伊的分泌龙涎香，这种会当做香料，如果是重要的珍贵物质，所以定定互人抓。2012年已经列入濒危物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全球拢有真侪所在的做大水，伫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是天气非常的热暖哦。今年前6个月温度是比过去平均高出5度，所以像那大火是烧袂煞。伫西伯利亚地区，这场森林野火范围真广，消防人员4月拍火真忝。俄罗斯军方也赶紧出动飞机斗相共拍火。西伯利亚最近天气真热，也无到7月温度就已经超过摄氏30度，真侪民众拢走去耍水。伫北极圈内边的维尔霍扬斯克，顶个月20竟然测到摄氏38度的温度。上新研究显示，今年1月到6月，西伯利亚温度比平均值高出摄氏5度，因为温度高，森林野火更加歹控制。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мощным тропосферным антициклоном,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занима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ю территорию арктических районов. Сместился он с районов Камчатки, был небольшой по площади, но подхватывая тепло, занял большую территорию. 研究人员担心，西伯利亚森林野火烧袂停，会释出大量二氧化碳，和暖化程度更加严重。
同时也会甲温度悬所产生的加成效应，也互当地运动站氧气释出温室气体。伫5月时阵，西伯利亚北部一间电厂的油槽，就是因为下骹的冷冻土层氧气，和地基相当规倒来，超过2万吨的柴油流出来，造成生态破坏。专家讲，西伯利亚连续这么久温度悬，若是造成当地灾难，影响层面会扩大到规个地球。因为北极对规个地球天气的形成正重要，要改善就对阻止气候变迁开始做。根据联合国估计，要让地球升温控制伫咧摄氏1.5度的范围内，未来10年温室气体排放每年就会降低7.6%。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天气拢真稳定，也毋过温度是真悬，佮真热热。台北有可能佮会到38度。过到中南部地区佮各地山区嘛拢有短暂的雷公雨。接回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即马外口的天气比小暑搁较热，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大暑。大暑汉字写作大暑，罗马字写作德哀大，暑勿暑。大第7条，暑第2条。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热的3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新历的7月22到24这几天。这时天气热，气候湿无风，日时烘甲烧滚滚，暗时翕甲困袂去，因为天气热，人会懒懒闲闲，无想要振动。不过，大家千万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讲，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也是讲大暑若热无透，修行就会无够。就是讲，即阵爱热的时阵无热，未来的天气变化就会较大，凡说有天灾影响修行。大暑的前后，就是的菜色有笋啊，甲蚵仔。人讲7笋8蚵，就是咧讲7月的笋啊，8月的蚵仔，这2种潮时的菜。先呢，我上爱食的就是冰的凉笋，爱记记买笋啊，爱跟笋尖是黄的迄款，那笋尖开始翻青翻绿，迄种笋啊就会苦，唔通食。另外一味嘛是先呢，我真爱食的。就是趁蚵仔大出的时，甲排骨做伙翕甲烂的排骨蚵仔。人讲大暑食旺来，大暑的旺来袂酸，较甜，爱食旺来的人就爱趁金嘛哦。
来啾啾啊啾啾啾，互你要食这个哦啾啾啾啾。大暑前后嘛是台湾传统音乐戏剧界的重要新名。印度元帅甲西晋元帅的生日，无论是歌戏、布袋戏的戏班，也是演奏南管、北管的乐队，拢是服侍这两位新名。六大暑三伏天，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咪到，七笋八乌，大暑食旺来。伫即个时节，大家爱记哩不时啉寡茶，安尼才袂着沙。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